破刀学台语第55集吼，各位朋友大家好吼，咱今日要来介绍的吼，同款是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字。咱第一字要来介绍即字，读做字，它是破开的意思吼。咱比如讲，字甲这大坑哦，就是裂的这么大的一个洞吼，或者它有计算裂口的单位，咱譬如讲吼。二两厘去啊，哦，就是裂开2道裂痕了，哈、二两厘去啊。另外，伊的一个音读做裂，哦，就是把东西撕裂。咱比如讲，裂一块啊，鸡肉来吃，吼，就是撕一块鸡肉来吃啊，哈。啊，另外它还有啊，譬如说啊，裂破面，哈，这个裂破面就是撕破脸的意思啊，哈。然后下一面要介绍这里叫做寒，伊的写法是左边一个密字旁，右边是一个寒冷的寒啊，它是轻轻地束缚住的意思。咱比如讲，说啊小寒者，寒的都会使哈，就是说那个绳子稍微绑着就可以了哈。另外它还有虚掩的意思，咱比如讲门小寒的，卖关暗啊，就是门稍掩着，不要关紧哈。咱下面再来介绍这字叫做过，就是拨水前进的意思哈。咱比如讲过船啊，过某道啊，过船就是划船啊，过某道嘛是同款，那是日本话哈。咱下面再要来介绍这字叫做挑，它是一种由下往上的波动动作。咱比如讲挑火啊，挑火意思就是拨动柴火，使之燃烧旺盛哈。另外它还有是一种由下往上拨起的缝纫方式哈。咱比如讲挑火刺绣哈，挑火刺绣啊哈。好，那另外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赚的意思。咱比如讲你挑不少哦，就最近赚了不少哈，赚不少就挑哈。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